今仔台南以南的县市拢停班停课，高雄的雨是落了真大。也毋过早起所有民众去西海湾看风景，海巡是劝民众爱赶紧离开。有外国游客今仔是来台湾的第二天，就去拄到风台天，行程只好暂停。民众徛伫咧爆华边翕相，海巡可肯紧离开，安尼情形一直咧出现。27即天，高雄放风台假，所有真侪游客到西海湾看大影。有觉得这个像台风天吗？还好，有风平浪静的。民众讲感觉风雨无真大，才会出门。毋过为着防止风台，国光客运高雄发车的路线，中昼进前拢停驶。有民众本来要坐车，煞拢坐无。台铁南回线为屏东邦寮到台东的列车也拢停驶。有为澳门来高雄耍8日的游客，来第二天就拄到大数雷风台，规个行程拢乱去。就在这里玩了，然后就到那个小琉球那里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去台南呢？一点点呢。一点点，那怎么办？就待在酒店里啊。那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来到这边玩只能待酒店？会的。外国旅客行程和风台了乱，不过在地人想要吃好料的心情煞无受影响。虽然是风台假，不过一透早这间店煞出现排队的人阵。你说今天台风假应该比较没有人，所以特别跑来。高雄市区伫10点半过后，才会有较明显的雨势。不过伫天西轮沉落海了后，即马连同片头海山坡也有货柜和海影拍上花。趁早起风雨较细时阵，紧出动吊车甲货柜拖走。不过气象专家也指出，风台的外围环流受到中央山脉的阻挡，高雄甲台南落较少雨。当地民众莫叫是有趁到风台假，因为南部的风雨为27下半晡一直到半暝，甚至到28透早会愈来愈强，也是爱细腻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